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22号，公元2017年6月16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藏传佛教能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多贡献。加拿大国会议员表示，加国应推动藏中和谈。泰国僧侣为世界和平展开徒步游行活动。纪念第13世达赖喇嘛特使阿汪多杰图片展在西藏展览馆举行。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最新消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四6月8号，由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举办的世俗论理研讨会在达兰萨拉召开。参加该研讨会的300多名来自印度和尼泊尔藏人学生和教师获得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特别接见。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指出，在人类处于十分重要的时期，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在引导新一代走向更加富有同情心、更加幸福的人生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谈到世俗论理时，尊者指出，内在价值观便是道德，是创造社会和谐和个人幸福的源泉。尊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看来，宗教信仰不能够再满足民众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世俗论理。此外，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先生对中共当局大规模拆毁拉荣五明佛学院、限制西藏宗教自由以及长期陷入僵局的藏中和谈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加拿大也应该站到历史的正确管道上来。6月12号下午，加拿大议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先生在加拿大渥太华下议院就外交政策发表谈话时，对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遭强拆以及对广泛限制西藏宗教信仰自由表示担忧。他表示，去年中共政府大规模地打击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教修学中心拉荣五明佛学院，拆毁该佛学院诸多僧舍，驱逐数千名僧尼，并强迫僧尼在保证书上签名，承诺将不再返回佛学院，回到原籍后也不举行任何佛事活动。他呼吁加国外交部就中共当局拆毁拉荣五明佛学院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作出明确声明。紧接着，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泰国慈善机构的组织下，6月7号，来自泰国的约60多名佛教僧侣，在尊者达赖喇嘛处接受加持和祝福后，计划为祈祷世界和平、传播慈悲精神而展开为期数十天的徒步游行活动。这一徒步游行活动将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大乘法院开始，徒步至喜马歇尔邦内的马那利，随后再前往长莫克什米尔邦拉达克首府列城。另外，6月9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展览馆和俄罗斯阿汪多杰基金会在达兰萨拉西藏展览馆联合举办了一场纪念13世达赖喇嘛特使阿汪多杰图片展。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俄罗斯阿汪多杰基金会主席塔尔巴喇嘛等数百名参加了该展览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展览会开幕式上表示，阿汪多杰先生是西藏政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于1912年12月29号起草了西藏和蒙古脱离满清政府以及断绝与中国的所有政治关系的蒙藏条约，并在翌年他代表西藏和蒙古国签署了蒙藏条约。司政还表示，阿汪多杰先生是13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助理经师和杰出的佛教学者，他为西藏与蒙古的和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杰出贡献。他也是20世纪30年代在西藏、俄罗斯和蒙古3国之间建立深厚友谊的推动者。阿汪多杰又称阿格汪吉尔道耶夫，
布利亚特蒙古裔僧人，西藏哲蚌寺高僧，曾取得泽尼堪布称号，也是第13世达赖喇嘛的助理经师与政治顾问，是西藏政府与俄罗斯沙皇之间搭建友谊桥梁的关键人物。下面请看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的最新消息。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布鲁塞尔代表处和巴黎西藏之家联合主办的第17届西藏与喜马拉雅民族节于6月10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此次活动向与会的各界人士介绍了西藏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对西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会的法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副主席安德烈·盖托林参议员向与会各界人士介绍了流亡藏人的选举情况。另外，为了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自欧洲6国的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于6月9号利用第35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的机会，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展开了一场大型西藏集会活动。另外，中国将于2018年接受第3轮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因此活动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的集会活动，来呼吁届时联合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严格审查。另外，从本月5号开始，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的部分流亡藏人，针对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为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而展开的西藏问题游说活动，于本月8号圆满结束。在此次为期3天的活动中，参与西藏问题游说活动的流亡藏人会晤了加拿大国会部分议员和支持西藏人士，呼吁加国各界人士关注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并为西藏民族的艰难处境发声。前国会参议员、加拿大西藏问题委员会主席孔加吉尼蒂米诺先生表示，目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在不断恶化，如果加拿大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那么西藏的人权问题就是讨论的一个部分。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